10点16分的时候到了襄阳负2，不努力较强。哎，这个是应该是慢慢的往我们这个方向走。晚上9点35分到了这个朝中街入口。天还下着雨，估计路面也有点滑。哦，31号的凌晨。啊，凌晨还是走？对，快1点钟，12点52在这个橘子洲桥上走。这一晚上估计都没怎么睡觉，一直在这里走。那晓得吃东西了没有？这几天出来又热，万一晕倒了怎么办？想找回家的路，可能找不到，可能迷糊了咯。对，有点迷糊了。那走了蛮远嘞，那是确实找不到回家路了，应该是。是的。是我和廖老师在研判老爷爷的轨迹时呢，发现他一直在外面走，包括在凌晨的时间呢，他也没有休息。我们就推测他可能是凭借着自己的潜意识在找回家的路，加上这几天高温并且多雨，老爷爷在外面多待1分钟就会多1分危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名老爷爷。看一下啊，好，这个位置就是这里走到华远，他从华远这里走过来以后，从坡子街走进来，这个应该叫坡子街综合楼。哦，但是这里面好像没有监控。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走的这个路线了，他是从家里出来以后，应该是往西走是吧？对，往西走。对，他走到这个橘子洲大桥那里了，然后他想回去，那应该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要往东走，对不对？结果他走到南边这个紫园路这边这个方向去了，但是呢，他可能意识到走反的方向，又往北走，就走到我们这边来了。所以说最后他的落脚点就落在我们这个地方。他包括走到这个公交新村这个综合楼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老旧的这个楼房，跟他家的这个环境很像。我估计呢，他可能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像他家，可能有就是他自己家里了。对，有点懵了。